第16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伫咧美国举行，台湾代表队的选手陈佑伟伫男子太极剑项目摕到9.756分，拼到金牌。另外，孙家宏伫咧太极拳项目摕到金牌。林佑伟表示讲，这场比赛呢是伫咧退休进程的最后一场比赛，会当摕到金牌，感觉意外也真欢喜。音乐响起，全神贯注，气势都上架势。 跳台转身下压，动作精准到位。咱国选手陈佑伟出战武术最高殿堂，伫世锦赛男子太极剑项目摕到9.756分夺金牌。奖牌交出这一刻，欢喜写伫面内，佮较创下这个项目队史头一金。那陈佑伟坦白讲，其实无想过会当摕到冠军。真的是超级无敌意外。其实我这个作品很非主流类，就跟现在竞技太极拳要表达的东西很不一样。用平常心应战，靠独创风格，得到大家喝彩，佮较伫生涯最后一战无留遗憾。我的音乐就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是我自己亲手剪的，包括服装、音乐都是真的想把我的作品好好的表达出来，因为这真的是我的退役的最后一个作品。 但佑伟真欢喜，也甲家庭分享。父亲身兼教练，讲起囡仔夺牌，当然也真骄傲。他主动打给我们啊，他很激动啊。半夜他从美国打过来，我们都还在睡觉啊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就说哦，好厉害啊！这波连续来，咱国选手孙家宏一套套招式，动作像分过花，伫男子太极拳项目摕到银牌。Chinese Taipei is Chia Hong。 这摆世界武术锦标赛伫美国德州沃斯堡举行，咱国代表队已经摕到一金一银的奖成绩。比赛还未结束，也期待选手继续练功夫，伫国际舞台发光发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